后个月就是奶子的季节咯，这高雄也是全台湾上界大菊荷包的产地。不过，这奶子上惊一种地头糖，农业局委托学术界加红山热带园的试验所合作，发现讲伫咧暗时啊用青色的电火去烧，对这防治病虫害真有效，而且佫会当减用一半农药，提升奶子的产量。 一感应到天色变暗，青色的电火就随倒起来。一区拢总有130丛的菊荷包奶子，因为开始用这款青色电火去照光了后，奶子上惊的地头糖已经真少看到啊。农民讲，因为通路上对农药使用要求严格，过去伊捌将药量减少一半，煞连续3年，奶子拢去互地头糖食了了。即摆使用这款青色电火防治，虽然电池比药钱济，不过食食的安全才是上重要的。咱唔免去主动要自家一边，对咱的健康是有帮助的啊。 好，安尼当然伊定钱哈吼，设备有加少寡问题。你若讲甲农药甲工钱比起来，当然伊农药甲工钱是较省的。可有效抑制粒子细蛾活动，使细蛾危害降至2% 以下，进而达到减少农药使用、提升粒子产量的效果。 因为全球气候暖化，病虫害防治愈来愈困难。红山热带园的试验所发现，产生地头糖的这款叶足惊光线，所以因开始试验各种色水的电火，结果发现青色的火唔耐当地糖，佮未去影响到奶子的成长，所以就开始来推广。目前高雄地区已经有20-30几个农友在用啊，环境拢真好，平均会当减少2-3成的损失。绿光呢，它对于荔枝果实的生产特别有帮助。荔枝果实比较大，而且也比较甜。 如果我们用白光或者是蓝光照射的时候，荔枝细蛾一样很少，可是我们的荔枝比较不甜，比较小颗。红山热带园的试验所强调，这款青火地虫害设备费用只要一水修成就会当回本。目前大部分农友拢是因为极端气候造成奶子产量不稳定，才唔敢投资。这款创新的地虫害方法，农业局今年佫会扩大试验甲推广。记者柯家族区招用高雄仓报道。